最近，纳多各有部分的县市拢宣布讲，代理教师会改做1年1聘。早起立委范云个教育团体开记者会指出讲，全国各有8县市都还未改做1年1聘哦。因为目前教育部相关的修法，针对老师的聘用各有薪水规定并无明确，伊嘛呼吁教育部要赶紧来提出解决的方案。教育部目前是还未回应。 这个小学当中，1年级的7个班级当中，就有3个班级是聘用代理教师。李小姐后生伫主管相对济台北市读国小，代理教师的比率竟然嘛遮高。代理教师问题这几冬浮出台面，虽然教育部已经按算修法规定112学年度起，各县市要请代理教师要有完整的聘期，全年拢有薪资。目前嘛有一寡县市已经拢伫这学期来实施，不过也是有8个县市也未表态。 那这8个县市，我觉得我们要一起给他们压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学期做不到，你难保他下个学期他就做得到。像南投县、跟花莲县还有台东县，都是以往招聘教师都是一个在开学在即常常会找不到老师的地方。那如果他们不跟进，我会担心这样子的差距，就是教育资源会越来越大。 嘛，因为代理教师的契约真侪所在动头轻，无重视老师的权益，嘛牺牲学生的受教权，所以因提出4项诉求，呼吁教育部爱督导全国甲预算编好条，确保112学年度全新制就路，嘛就爱监督各县市政府依法正式出发，避免人家的空劳超过8%，甲聘期内学校通解除契约的规定来汰除，解决各县市代理教师起薪无同的问题。 保障教师劳动权。教师团体甲立委嘛表示，因为20下晡教育部就要检上高中以下学校检定代课、甲代课教师聘任规定的修正草案，嘛希望通听取各界意见，让代理教师有平等的权益。记者田立台台北采访报道。